長者常有椎管狹窄，導致腰腿麻痛、行路困難。呢一類病人行唔夠10幾分鐘就腰腿開始麻痛，需要揾地方坐低休息，且坐低嘅時候上身要向前傾斜，先至能夠舒緩下肢麻痛，然後再次行走。此類治療方法五花八門，究竟邊一種方法安全有效呢？首先，我哋要了解椎管嘅解剖結構及狹窄成因。正常嘅椎管結構係黃韌帶連接椎板，而後縱韌帶連接椎體，椎體同椎體之間有椎間盤。呢個係正常磁力共振。腰部椎管橫切面圖顯示正常椎管、椎間盤同黃韌帶。椎管內有脊髓神經，而左右兩側再分支脊椎神經根。當椎管狹窄發生嘅時候，脊髓神經就會被壓迫。椎管狹窄主要有2個成因，一般為椎間盤突出或黃韌帶肥厚。首先，當椎體下塌時，會引致椎間盤突出，令椎管空間收窄，從而壓迫神經，引發麻痛。其次係黃韌帶或後縱韌帶肥厚或折疊，使椎管更加狹窄，更加壓迫脊椎神經。長者常有購物車症狀，就係病人上身向前傾，雙手扶持喺購物車上，咁樣彎腰可擴闊椎管，並減少壓迫脊椎神經，舒緩腰腿麻痛。相反，站立時腰部後仰，椎管變得狹窄，導致黃韌帶壓迫神經，令腰腿麻痛增加。雖然向前彎腰可減少椎管狹窄，若果長者長期彎腰，便會導致腰椎變形及駝背。最好解決方法係採用腰椎牽引器 B18C 提升椎體，使椎間盤回納，拉直黃韌帶及縱韌帶，並使韌帶變瘦，減輕椎管狹窄，使脊髓神經減少壓迫，同時促進管內血液及脊髓液流通，舒緩腰腿麻痛，可無痛行走。有興趣者請聯絡查詢。